今仔是国际助产士节哦，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妇幼院区最近哦，就有一个由助产士、医师、佮护理师做伙照顾追踪生产的案例。今仔这案影满月咯，病院是表示讲，伊嘛当去培养助产人员，帮讲互生囝的环境会当愈友善，嘛来降低风险。产妇蔡小姐手抱囝仔拄满月，红婴仔切鸡两个，同齐纪念囡仔的满月节。蔡小姐表示，这是伊的第三体，前两体想要最终生产拢无成功，这届总算是圆梦。也表示最终生产通更较亲切感受到温柔温暖的自然生产过程。我就在水中是很被呵护的感觉，好像万事都已经准备好这样，所以让我会觉得，其实生产的过程很影响我现在，even是照顾我的宝宝，我都觉得很有力量。蔡小姐表示，这个过程中助产士的角色真重要，建立产妇的信心，互因规家伙仔拢感觉真安心。也那5月7日也是国际助产士节，助产士也强调，伊的角色就是提供产妇专业的评估、咨询，重视每一个产妇的需求。那我们是很尊重，就是每一位产妇的选择，也尊重生产本身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应该是充满支持与尊重的，不是被控制，而是被好好的对待。我觉得孕妇要有一些自主权，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希望以后的生产都是要有生产计划书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所有的生产应该都是在孕妇跟这个医师跟助产师一起，还有护理师一起的讨论之下去做的，让这一件很神圣的一个任务呢，能够在一个非常的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状况之下来做，而不是偏向于哪一方。因为部分最终生产拢是伫产妇的厝内进行，这届生产是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头一个联合助产师、产科医生、护理师3方共同照护咧病院进行生产。联合病院也表示，互产妇有自主权是未来助产师和病院合作的核心目标。目前也积极培育助产人员，希望把这种共同照护的模式，通建立友善的环境，降低生产的风险，互产妇感受到满满的支持。记者梁家丽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